喂喂喂，呢度嗰度有喂。喂喂，
这时，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。全地啊，着向上主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于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。当即时，咱做伙来吟圣诗。圣诗229首，圣诗229首，全地着主上帝来唱歌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
请咱游园徛地做伙仰头来祈祷。至悬的天父上帝，永远的光，永远的疼。伫至悬阴光的内面有大宽容，总是时常仰落听阮求救的上帝啊！当阮即时来到你的殿院，来祈求你，来敬拜你，求你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愿阴光归伫你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感谢天父赐予每一个人有母亲来照顾阮，在母亲的手中，互阮大汉，并且伫母亲的手中，互阮明捌疼、坚强甲温柔。即使有人的母亲毋是亲的，但总是有一位兼母职的人来照顾逝世。求主祝福所有母亲这份的人平安快乐，拄去因的烦恼，互因知影将一切挂念交伫主天父手中，也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，因的逝世会晓孝顺，互母亲减轻烦恼。爱知孝顺是上主第一条带有应允的诫命。阮的主上帝，当阮即时要专心向你来求讨，即马武汉肺炎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传染力真强。虽然过去台湾防疫措施做了袂歹，但是也因为安尼，互台湾的疫情比其他的国家进展较慢。阮即马才慢慢进入传染的高峰期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，互阮伫少数中重病症的人，使因平安，赶紧恢复健康，也使阮的儿童疫苗的数量甲注射会用来顺利来进行。快胎的试验剂赶紧互阮得到够额的分量。但是阮知，阮用一切的人的方法。若是无去祈求主你的帮赞，一切拢是空。主啊，求你的神引带阮，阁赏赐阮气力，互阮伫逐项的危险当中得到你的保守。求主怜悯世间众百姓，互阮早日脱离疫情的束缚。主啊，阮也要求你来保守阮的教会。伫疫情的当中，无法度来参加礼拜的朋友，望主来帮助因，互因会用透过读经、祈祷，或者是线顶的礼拜，有缘来受到主你的加持。愿主一切荣光拢归伫你。当阮即时要照主耶稣基督教示阮的祈祷，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平安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去互阮离弃，就叫阮快入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柄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是请咱掀开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第8篇，启应文第8篇是出自诗篇23篇，咱做伙来启应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互我新的气力。
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地狱的面前，你用油抹下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520首，至诚的天父，求你暗落听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仰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阮受竞选做你圣洁的国民，搁一摆伫你的宝座前来领受你的话语甲教示。恳求你即时恩典的门大开，荣耀的国度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灵魂得到精英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改变，会通持守你的教示，行伫永远的道路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节是出自旧约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23节，出埃及记33章第1节到23节，请大家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甲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，着对遮出发去迄个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应允赏赐因的后代的土地。我要找使者伫你的头前，要将迦人、阿摩利、赫、比利洗、希米、耶布斯遮的族赶出去。恁着进入一个流奶甘美的地，毋过我无要亲身甲恁做伙去，
因为恁的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才免我伫努力甲恁消灭。人民听到即个歹消息，就非常的伤心，无人装拍打扮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恁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我若甲恁做伙，就是一时仔久，一定会甲恁消灭。但恁就将身躯的装饰品剥落来，我会决定要安怎对待恁。”以色列人离开何烈山以后，就将身躯的装饰品剥落来。摩西伫耶和华有遐远仔的所在搭一个布片，伊甲即个布片称作会幕。所有祈求上主的人，拢去耶和华的会幕遐。摩西要去会幕遐的时，所有的人民拢起来徛伫家己的布片门口，看摩西即个会幕。摩西入会幕的时，云条降落伫会幕的门口，上主就甲摩西讲话。所有的人民看到云条降落伫会幕的门口，就拢起来伫逐个人的布片门口跪拜。上主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伫甲朋友讲话。摩西倒转来迎来的时，跟对摩西的少年人伦的囝约书亚无离开会幕。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上主，你有交代我，要带即个人民去迄个所在。毋过你无互我知，要派啥物人甲我做伙去。你只有甲我讲，你指名警调我，阁真意爱我。你若真正意爱我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认捌你，通得到你的恩典。求你会记得即个民族是你的子民。”上主讲：“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安心。”摩西对上主讲：“你若无要亲身甲我去，就毋通叫我对遮去迄个所在。我要安怎知你有好款待我甲你的子民？敢毋是因为你有甲阮做伙去，互我甲你的子民伫地上万族有分别？”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讲的即项代志，我会做，因为我意爱你，阁指名警调你。”摩西讲：“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。”上主讲：“我要伫你的面前显示我一切的水，一切的好，阁要对你宣布上主的名。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，体贴我爱体贴的。”伊阁讲：“你袂用的看见我的面，因为无人会当看见我由我地。”上主阁讲：“你来踮我边仔即块石板顶，我的阳光经过的时，我要甲你下伫石盘下芳，用我的手提甲你遮勒，听候我过去，然后我要甲我的手扭转来，你就会看见我的骹只片，毋过袂当看见我的面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要请为花瑶饲少盐姊妹来献奏，因今仔日要献的音乐是有影仔歌，另外一条是我的心，你着学老主。
这是要请黄存新牧师来讲道。今仔日的题目是恳求上帝的带领。hey，下世母亲节平安，母亲节快乐。今仔日咱真多谢花瑶老师甲伊查某囝邵妍做阵来献这个乐曲。这个乐曲带来一个真温暖的声音，也互咱看到这个乐曲中间所描写的，其实伫咱的周报的后面有这个歌词。无论是对老母的这个感恩，也是第二首的学罗咱的主，咱的上帝就哪亲像咱的老母一样，会陪伴咱，会引带咱。所以伫今仔日特别的日子，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也愿上帝恩典甲每一位老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也有这个友谊来奉献这个母亲节的礼物，也是要互每一个已经结婚的老母，会通这个防疫的迄个酒精消毒啦。希望会当伫这疫情的中间，也顾守咱每一位。咱伫今年1月以来，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的病毒，已经四散伫这个欧美、亚洲真侪国家。咱的台湾会较慢，是因为咱过去防疫做了太好诶，所以疫情较慢这个念出来。所以咱对4月份开始。根据这个指挥中心的估计，5月20，检测是伫一个真高峰的时期。这个疫情也估计差不多4、5个月才会通来减轻落来。所以伫过去1礼拜中间，其实我的身躯边有熟悉的亲人朋友，嘛传出检测是这个被列为密切接触者，因爱需要伫厝内伫遐隔离。好佳在，伫这个病毒的中间，无症状甲轻症是超过99%。愿上帝来看顾咱台湾，赏赐咱平安。咱只是咱同心来祈祷。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一生的中间，通过老母来真侪阮的帮衬。伫犹太人的俗语会讲起。因为上帝要照顾每一个人，伊通过老母来照顾。所以主，阮感谢你通过老母来照顾阮，无论是生阮的老母，还是养饲阮的人，甚至是陪伴阮成长、担当老母这份的人。主，愿你施恩赐福伫因的顶面，也互阮伫世间，阮也有能力的时阵。我嘛会当亲像老母的款式，来帮衬、来陪伴需要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恳求奉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咱今仔日早起，咱要继续来看出来救记33章。伫这个33章要讲以前，咱需要转来到伫出来记有一个背景，就是以色列人因其实伫西奈山骹。伫遐扎营1年外的这个时间，伫这1年外的中间，摩西将以色列人组织起来，伊也颁布真济的律例典章，来教导一个社会特殊，会通照次序来行，甚至也照上帝的指示来起造这个会幕，建立祭司的制度，伫遐要来塑造这个信仰的共同体。经过1年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，摩西认为以色列人已经准备好会通甲上帝立约。因为上帝一开始要呼召摩西的时阵，伫出来记第6章第7节，上帝捌甲摩西讲：我要将恁当作是我的子民，我也要做恁的上帝。所以摩西就代表以色列百姓上到伫西奈山顶，伫遐领受上帝所立的约，就写伫2个石板顶头的诫命。摩西到伫山顶时间偌久？照圣经内底描写有42句。
人民掠准这40日，摩西太遐尼久无回来，掠准伊是死伫山顶，所以因就要求阿伦爱替因来做一个金牛，通好互这个金牛若亲像神共款来引带因进入迦南地。我有特别讲起，迄当时人民因这个瓦靠摩西超过应该有的尊重啦。因为因差不多将摩西当作神共款，安尼来挖靠伊。这就若亲像因过去住伫埃及的时阵，有迄个奴才性，奴才需要有主人来统治因，所以这也互咱去反省着，若是过度去挖靠一个领袖的时阵，无论这个领袖是偌好的领袖。本质上也是咧反映人心内渴慕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来统治因，因为有人甲咱统治，咱就避免做咱的这个责任甲自由。其实这就是一个奴才性。咱个想看卖，上帝准备甲以色列人立这个生命的约，忽然间以色列人突然去敬拜这个金牛，安尼摩西敢袂生气？伊当然会生气，因为经过1年外辛辛苦苦来组织、来训练、批判因的心，互因会通成做上帝国的百姓。因前是努力，所以伫旷野的时阵，伊嘛是乱的一群人。摩西甲因组织，建立社会的次序，建立信仰的共同体。但是这个努力40日。短40日就消失啦，所以摩西落山的时阵，看到这个情形，就将这个石棒迄落伫涂骹破碎。这就若亲像原本两个人要结婚来誓约的时阵，竟然安怎将这个婚约甲拆互破？这当然对伫要立约的另外一边，真正放感情入去的人，非常的伤心。摩西就是即款的生气，但是摩西的生气，伊嘛向百姓表明，伊不离个是上帝的奴仆。太当看袂到伊的时阵，就塑造金牛，讲这是带阮出埃及的上帝。毋干那摩西生气，立约的上帝也非常的生气。所以伫出来记记32章第10节。上帝向摩西讲：“我要向因发出这个生气，要来消灭因。”33章的时阵，互咱看到，虽讲上帝讲伊生气啦，但是上帝心内阁坚持。伊过去捌甲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来立约，所以摩西处理完这个以色列人背叛的事件了后。摩西就安怎去山顶，搁伫遐来朝见上帝。伫圣经内底，咱嘛看到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。上帝对伫过去甲伊立约的人，伊是非常的疼惜；但是对伫这个毁坏约的人，上帝伫遐讲，无搁甲因三个地地，无搁甲因三个地地。现在咱来看第1节甲第6节，这的描写。这个经文真特别，一开始就讲起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提到这个名，其实就是咧说明上帝会纪念以色列祖先甲伊所立的约。这个约袂因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因死去来消失，这个约嘛袂因为时代的改变来消失，因为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。但是背逆的人民，因既然看轻甲上帝所立的约，上帝安怎无勉强啦？所以上帝无勉强，上帝也无要甲因去。但是上帝会遵守伊甲以色列祖先所立的约，所以上帝差派这个使者带领百姓继续要往老年甲密的所在去，甚至圣经内底互咱看到。
上帝的使者要帮助因较赢过这个对敌，只是上帝无要甲以色列人做阵去。咱来看这个第3节咧讲起，伫遮第3节咧讲到，讲恁着进入迄个流年甲密的地，毋过我无要亲身甲恁做伙去，因为恁是心固执的民族，才免我伫路里甲恁消灭。啥物人是心固执？其实一开始咱看到出来记的时阵，心固执的人是啥物人？是法老。就是因离上帝真远啦，心内无有上帝，这叫心硬。今仔日以色列人在伫上帝来看，因的心硬，因的心无有上帝，所以上帝伫遐无要甲因去。第4节百姓听到这个代志了后，第4节讲人民听到这个话拢真悲伤，这个悲伤代表是悔改。所以，因将因身躯顶的装饰品、讲装饰品，拢甲伊刻落来。因通过这个装饰品甲刻落来，代表因悔改的行动。当初时，因出埃及的时阵，因为上帝甲因送个地地，所以因就安怎真请缨来离开埃及。因为因会通对埃及的主人的手头摕遮的装塔的物件，摕鱼狗、摕衫，但是今仔日无有上帝的同在，因伫遐非常的悲伤，甚至悲伤的时阵，就是爱将遮装塔的物件、装饰品的物件，拢甲刻落来。咱伫顶一章，咱看到。第一章记载，人民将因的鱼狗、金的鱼狗甲刻落来，来铸作这个金牛。以前我捌讲起，鱼狗是迄当时奴隶的这个挂牌，奴隶的鱼仔拢挂一个牌仔，这个牌仔顶头有登录这个主人的这个标记，这个奴隶是属于啥物人的？那亲像咱今仔日，咱若去这个牧场去看，牛的耳仔顶头拢有挂牌仔来辨伊的身份。《申命记》15章17节就安尼记载，讲爱将奴隶安怎带到伫门埕、门徛的所在，用钻啊钻伊的耳孔，互伊重新做你的奴隶，对待女婢也是用同款的方式。所以，咱会通看到，带鱼狗是古早的时阵奴隶身份的挂牌。因今仔日将这个奴隶安怎来挂牌，甲刻落来，是为着来塑造这个金牛。但是金牛已经塑造，已经凝做粉，互因啉落去，而且因用无要继续带这个装饰品。来表示因的悲伤，所以这就是咧表达因伫迄个所在因的悔改，这也互咱看到因的悔改的中间嘛，表明因无搁要掠做这个奴才的心，因单单要掠上帝做中心，因也反省着无有摩西，无有领袖袂要紧，但是袂当无有上帝。如果上帝无甲因送去，因就无法度平安，因就无法度建立一个掠上帝最中心的国度。上帝是君啊，这个君啊无去，搁较济的赏赐也是无较绝。上帝的同在，才是永远的祝福。煞接咱来看第7节到11节，伫遮第7节的描写，咱发现到一个问题。这个会幕爱设伫城外，为什么爱设伫城外？咱若回顾过去的一冬，就是25章到31章的记载，会幕拢起伫啥物所在？拢起伫杂营的中心。这我捌讲起，这就若亲像欧洲的城市的中心，一开始咧起造的时阵，拢用教堂做中心。我也讲起。日本时代台北城拍掉了后，
总督府的这个土木局的局长常委办聘嘛，是迄当时咱的教会的长老。伊咧做第一项都市计划的时阵，就是将礼拜堂刷来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就成做新的都市计划的一个中心点。以色列人犯罪了后，毁坏这个约，会幕无要设伫这个中心点。会幕设伫什么所在？设伫营外。咱阁想看卖，什么人才会到伫营外的所在？迄当时住伫营外的人，通常是太高病人、麻风病人。但是这时阵，咱看到，竟然上帝圣神的会幕要设伫营外，这是上帝什么意思？这是上帝要甲遐个受拒绝的人同在。如果这个受拒绝的人，因的心内有上帝的时阵，上帝要甲因同在。圣经内底描写，有人若想要去敲找上帝的时阵，因会通到伫营外伫遐来敲找上帝。总是心硬的人，上帝安怎离开因远远？咱嘛会通安尼讲，上帝甲无要甲遮个自义、自我中心的人三个地地。但是上帝欢迎每一位敲找伊的人。另外，咱嘛发现到一项代志，会幕的主持者应该是大祭司亚伦甲着。但是咱嘛看到，因为亚伦的犯罪，伊也失落伊的权柄，才真清楚的提醒咱，担当牧师长职任何这职分的人，咱嘛爱细意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安尼讲，讲敬庙起神啦。抓准家己伫这个甲神殿珍惜，抓准是神明的厝边，会当得到神的保庇，对神的态度就安怎非常的轻视无尊敬。但是咱看到，若是有即款的感觉，去忽略轻视神的时阵，无掠上帝最中心的时阵，你啊看，上帝就无互伊伫迄个中间。这也确实值得咱得到反省的所在。在则会讲起，会幕只有一个人，就是约书亚的固守。作者伫遮有意思要提高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百姓中间的地位。真显然的，亚伦原本是大祭司的地位，但是伊拜金牛了后，这个事件了后，伊就渐渐失去伊的地位。反倒转是忠心实在的约书亚，伊伫遐固守上帝的会幕。这也互咱一个真要紧的警醒。做上帝的罗幕要紧的工课，就是安怎忠心。上帝要求的人就是忠心，掠上帝最忠心，毋是掠人最忠心。若用人最忠心、自我中心的时阵，伊就会互人取代去。煞只咱来看12节到16节，伫这段的经文中间，咱会通看到上帝甲摩西伫遐对话的过程。这个对话过程真趣味，这就哪亲像出来记第4章同款。我有讲起摩西5摆拒绝上帝对伊的呼召，这5摆摩西拒绝，但是上帝敢有生气？无，反倒当上帝真有耐心，要来说服伊所竞选的罗幕。上帝伫遐用3摆的新者，要来说服摩西。所以咱看到上帝敢是一位歹声哨的上帝？毋是，上帝毋是亲像迄个法老歹声哨，上帝是一个会通甲人对话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是谦卑家己的上帝。伫创世纪内底，咱就知影，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伊用伊的话来创造一切。上帝命令要有光就有光，但是伫出来记的中间，咱看到这位上帝是一个屈格家己，邀请人、呼召人
来参与伊拯救计划的上帝。所以上帝互摩西有机会，对迄个过去的挫折、伊的受伤害的中间重新来徛起来。上帝伫遮，伊无用伊的权能来直接消灭法老。上帝是互摩西有机会，其实上帝也互法老有机会。所以伫整个拯救的事件顶头，上帝伊安怎限缩伊家己本身的权能？我捌讲起，上帝的权能是因为伊会通安怎自我限缩。上帝自我会限缩伊家己的权柄，甚至伊取罗卜的形象。这是腓立比书2章第50甲第6节所讲起的。使徒保罗会提醒咱爱用基督的心做心，因为伊原本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无懒散，甲上帝同款的特权。所以咱看到。咱的上帝的权能，是因为伊会通安怎谦卑屈落家己。上帝毋是世上遐的自我中心、专制的独裁者。咱的上帝的权能，是因为伊会通自我限制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。权柄是为着来服侍。上帝的权能是为着来救赎，为着来服侍。上帝自我的限制，伊毋是高高在上，伊乃是屈给家己，来到世间甲人对话，做人的朋友。亲像伫圣经谈多咱所读到的，上帝甲摩西对话，上帝也甲摩西讲，做伊的朋友。这是一个真特别的。伫遮咱嘛看到，上帝屈给家己，甲摩西讲话，这其实嘛是一张咧教会真要紧的信仰精神。咱讲与时俱进，上帝会通不断来甲人对话。约翰加利文就指出，这就是上帝这个拯救卑微。来到伫世间的意思，上帝用这款的方式来屈给家己，伫每一个时代的中间，屈给家己亲近人，互人来认捌伊，甲人来对话。伫这个对话中间，摩西将伊家己甲人民的困境，向上帝来排列。13节，摩西渴望知影上帝到底伊的旨意是啥物，所以伫13节，伫遮摩西甲上帝讲起：你若真正意爱我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认捌你，通得到你的恩典。求你会记得这个民族是你的子民。摩西互咱有一个真水的典范。就是伊要掠上帝做中心，掠上帝做中心的人，要超找上帝的旨意，超找上帝的旨意，才会当真正将上帝的旨意行伫地里，那亲像行伫天里。所以，咱来看这个17节到伫最后23节，遮会描写17节，上帝伫遮甲伊讲。我讲，你讲这个代志，我会做，因为我意爱你，佮指名敬吊你。其实，若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讲上帝对摩西表示伊了解摩西。伫这段经文内底有翻译讲认捌、了解。其实，这个希伯来文也打这个意思，通常是咧描写夫妻中间亲密的关系。那亲像创世纪第4章第1节，亚当甲伊的某夏娃同房，圣经就是用亚当这个字眼，认捌这个字，这就是表明迄个关系是非常亲密。上帝甲摩西讲：“我认捌你。”
摩西嘛认捌上帝，意思讲因亲像迄个真亲密的人，所以圣经内底一描写讲上帝将伊当作是朋友一样。迄个认捌毋是表面的认捌，迄个认捌是亲密的关系，是实实在在心灵的结合。所以上帝讲：我要照你所求的来做，因为我知影你也欢喜你。摩西要求搁较进一步来认捌上帝。上帝讲：我要互我的阳光经过你的面前的时阵，并且宣告我的姓名，我就是上主。我要怜悯治罪，我怜悯什么人，就怜悯什么人。所以咱看到搁较深的认捌，就是会当看到上帝搁较大的这个阳光。使徒保罗伫罗马书的结尾的时阵，16章27节安尼讲：愿阳光借着耶稣基督归伫全地的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伫咱长老教会创始者约翰加里文伊重要的著作《基督教要义》的最后，伊嘛加上一句话：荣耀归伫上帝，荣耀归伫上帝。这嘛是诚做长老教会，也是讲改革宗教会真要紧的信仰价值之一。伫17世纪，的苏格兰大会因制定为斯敏斯特信仰个别了后，因有制定为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。这个要理问答，就是用对话这款问题甲回答来教导。第一个问题会讲起人活地主要的目的是啥物？人活的目的是啥物？迄个答案安尼讲，人活地的目的就是要来荣光上帝，永远掠伊最欢喜。这就是搁较进一步深深来认捌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伫遮，上帝应允摩西看到伊的脚趾片，这个表达真有意思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我真爱去爬山。当我阁是爬山的菜鸟仔的时阵，带队迄个向导拢会吩咐阮，行路的时阵，你爱看头前的状况。另外一件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安怎爱看到我的脚趾片，爱看到我的脚趾片。如果若看无到这个向导的脚趾片的时阵，一定爱画。我有一回，就是甲一群人做阵咧爬山，向导拢徛伫上头前，我行到忝啊，我就先坐落来歇一下，想讲歇1-2分钟，应该阁对会着。结果我一歇来无偌久，都无看影，要安怎？看袂到向导的这个脚趾片，我就安怎伫遐画无人，结果。阮有迄个低音哨分 BB 啊，伫遐分，哇，分足久诶！迄个向导因就安怎？伊就行转来，讲啊，你真正等偌久？阮已经行足远啊，高行的1-2分钟就行足远啊。听到 BB 啊声，转来找我。所以受训练的时阵，就是看袂到脚趾片的时阵，就是安怎？爱分 BB 啊，爱留伫原地，袂通乌白走。当我爬山到一段时间以后，真熟悉迄个路草了后，我嘛诚做向导。我嘛甲军队我爬山的人会讲起，甲因提醒：恁爬山的时阵爱看到我的脚趾片，若看袂到脚趾片的时阵，爱画一个。袂通乌白走。咱会通看到，即时摩西伫西奈山，伊咧爬山，这个披露真适当。上帝要互伊看到伊的脚趾片，摩西就会通伫迄个阳光的所在继续来行来走。其实人生就若亲像爬一粒信仰的悬山。什么人是咱的这个向导？检采
年轻的一代拢会看老年的一代会较接拼。问题是老年的一代，咱要看什么人会较接拼？这段经文会通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？我想有两件要紧的提醒。第一件爱互咱知影，爱有虔诚的领袖，搁较爱有上帝伫咱中间会带领咱。咱看到以色列人，因无有领袖的时阵，因伫遐惊吓，想要来塑造一个金牛。总是摩西伫遐，伊无掠家己最大。摩西也表明，伊不离过是一个奴仆而已。需要的毋是领袖，需要的是上帝。恳求上帝带领头前的路站。以前伫美国加州，咱拢知影迄个水晶大教堂。其水晶大教堂是2010年的时阵，澄清这个破产来行伊的祭务。这个教会其实是真做咱现代教会一个真要紧反省的一个课题，还是讲材料。迄当时水晶教堂伊的收入，当然收入主要拢是会友的奉献，但是水晶教堂因支出超过因的收入，因迄当时每一个礼拜，因有特别的节目，开销非常的大。教会努力制作真好的活动节目来吸引人，甚至伫教会的礼拜，亲像就是一个舞台剧，有表演即款的。当然，吸引侪人来到伫这个教堂，伫遐来做礼拜。创办者迄个老牧师 Robert Schuller， 伊非常有魅力，但是伊的继承者，就是伊的三个查某囝甲一个唯一的独生囝，因就无伊的老爸迄款的魅力。佮加上因即4个人伫教会的中间，伊就若亲像家族的企业要来经营。礼拜中间是用亲像表演的方式来安排迄个表演，毋是用传讲上帝信息来传讲，是要来用表演。所以就找侪无同款的人来到伫教会，看起来真丰富。逐个人拢来看一个小同款，但是愈舞愈害，因为来到伫教会的人，敢是为着要来看一个真好的表演？毋是，因是遐要来超找上帝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人就渐渐少去，收入嘛减少，最后破产。这个真大的教会后来卖互天主教会，天主教会甲改做基督大教堂，新的教堂完成，天主教会伫遐开始因的弥撒的礼拜。过去真这个请影的表演，敬拜赞美等等的表演，这个教会过去是美国上侪人的教会，但是无有Robert Schuller了后，搁较无有上帝，因为上帝无伫人的迄款的这个表演的戏剧的中间，无有上帝，这个教会就无有意义存在。教会无需要，教会无领袖袂要紧，但是绝对袂通无有上帝。所以这嘛提醒咱，教会需要有敬虔的领袖，领袖的敬虔会通帮助咱继续行伫上帝的内面。真侪教会拢行用人数来看教会的兴起，
用足济的节目，礼拜的中间车花的节目，伫遐来表达。我想这拢值得咱来反省。如果教会若失去重视信仰中心的价值，教会若失去公义、怜悯的呼召的时阵，安尼教会就愈离开上帝远远。教会所要行的路程，毋是干那有摩西军队上帝就好，搁较要紧的是上帝爱带咱做阵行。一个教会需要的是有上帝伫因的中间，因嘛伫遐渴望上帝的价值，安尼教会才会通继续往头前来行。这嘛是伫旷野中间，因伫犯罪了后，因的悔改。第二项要紧的假事是要互咱知影，上帝答应以色列人，互因会当看到伊的较接片。另外，咱嘛是需要互人看到咱的较接片。约翰福音内底耶稣安尼讲，道成肉体住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咱会当看见伊的荣光，这个荣光是爸的独生囝应该得到的。咱毋敢若看到上帝较接片伊的荣光，咱搁较有这个福分，看见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上帝伫咱的中间。圣经内底讲，耶稣充充满满住伫咱的中间。咱毋敢若是看到伊的较接片，咱搁会通甲伊面对面。摩西一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西奈的旷野的时阵，头前一路站未来，我相信应该是会造成伊的惊吓不安、跨路。但是上帝答应，互以色列人会通看到伊的较接片，意思咧讲，上帝会行伫因的头前，会引带因。今仔日上帝独生囝耶稣基督降生伫世间，住伫咱中间，咱已经会通完全看见上帝完整的荣光，也会通通过伊的话来成全咱对圣经的认捌，并且耶稣基督也甲咱三个同行，因为伊称作以马内利，所以咱免烦恼，咱看袂到上帝的较接片。反倒转，咱需要有搁较重的责任，互遐还未认捌上帝的人，会通甲咱同款跟对耶稣基督来看到伊的较接片，做阵来行。耶稣是教会的头，咱咧对伊来行。咱咧对的人侪多。咱嘛会通将家己当作是一个信仰的向导，咱咧爬即座信仰的关山。咱咧爬的时阵，需要互人看到你的较接片。咱本身咧，咱本身需要看见上帝的较接片，看见上帝的荣光。所以，咱会通问咱家己，咱日常的生活，敢有显出上帝公义甲怜悯的较接片，去互人感受到咱的上帝是公义怜悯的。上帝的荣光，咱敢有显出，互人看到？通过咱的言行，别个人会通看见上帝的恩宠。咱的教会的较接片，我们的背影是什么？别人看到教会的背影所显示出来的荣光是啥物？教会应该显出的是温慈，是包容，是互相尊敬的这款的较接片。也是教会要互人看到的较接片是拒绝、审判、论断、造谣，互人受伤，
的这个身影。愿咱的脚趾片是一个会通引带人大胆往前的脚趾片，互咱会通伫灵性信仰、人格、生命的品质顶头继续来成长。因为上帝伊互咱看到的脚趾片就是安尼，咱的主住伫咱中间。咱的军队伊会行，咱嘛感谢上帝，互咱生命中间有侪侪无共款的身影、脚趾片，互咱会通军队。你甲想看觅，你伫细汉到大，啥物人真做你的脚趾片？今天是母亲节，母亲的背影。母亲毋是干那生咱的老母。有当时是照顾咱的人，伊真做咱的老母；有当时阿公阿嬷照顾咱，真做咱的老母，伊真做老母的一份。即马足侪单亲家庭，无论是爸爸身兼母职，甚至爸母拢无去，阿公阿嬷因咧做老母的工课，愿上帝拢真做因的帮衬，因的脚趾片，因的身影，是引带咱，互咱会通继续往前的气力。弟兄姊，你伫教会久久，你的身影是什么？若是一个新来的朋友看到你的时阵，他能不能看着你的身影来做？教会欠缺的是投入的人，会通投入，无论伫事工顶头、陪伴顶头，陪伴的身影很重要。陪伴的身影，咱嘛讲当作是一个神圣的身影，也望咱每一位兄弟。如果你有囝儿孙，你就真做你囝儿孙很好的背影。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，你的身影可以让人跟随。爬这粒信仰的关山的时阵，检采有人会甲你话，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陪伴他，做阵行这个信仰的关山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你荣耀的脚趾片，互摩西看，互伊知影会通荣耀的山顶继续来跑走。主，阮伫信仰上，阮也感谢你，互阮伫一生中间有无共款的脚趾片。会互阮军队，阮的信仰的前辈，因军队耶稣基督，有一日，阮也要选因的骹步来看耶稣基督的脚趾片。阮老路的脚趾片，也要真侪后一代看阮来行，看阮来做，互阮的教会。世世代代往头前来跑走，愿你的阳光伫头前继续引带阮，做阮的光灯。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念圣诗，圣诗441首。上帝圣神引带保护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即时是公道的时间，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妈妈甲身兼母职的人心身灵的大祷；第二，为着儿童预防社、注射甲个人的谨慎防疫；第三，为着疫情期间线顶礼拜甲各项的聚会来祈祷。请大家同心开嘴来祈祷。这时，咱要请苏县长刘乃如接受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伫即个拄好是母亲节的主日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、称赞你的圣名。是你将迄个对囝儿有真纯无瑕的真爱，会当全心神的照顾的母亲赐互阮。祈求你纪念每一位母亲甲身兼母职的人，因的辛劳甲付出，将你属天的祝福甲真实的平安赐予因，除去因身上的重担甲心内的挂虑，予因的心清明，身体康健，灵性坚定，予因的性命伫今日伫每一天拢充满你的祝福。慈悲疼痛的爸，伫即个新冠肺炎疫情哪来哪严重的时阵，阮还有真侪儿童还未完成预防注射，求你看顾遮个囡仔，予因的预防注射顺利进行，嘛减轻因一切不良的反应，会当予因有够用的抵抗力，会当避免新冠肺炎的伤害。嘛帮助因维持自身的防疫，有好的习惯，会当保护家己，嘛会当保护厝内底的人。伫即个疫情期间，虽然有真侪人袂当参加实体聚会，毋过透过线顶的礼拜甲组织，犹原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甲你连结相通。愿你保守看顾众兄弟姊妹。帮助阮照着读经甲祈祷来亲近你，会当甲你同徛起，互阮有勇壮的身躯甲健全的心性。阮要倚靠你，会当袂有忧愁，袂有挂虑甲惊吓。求你互阮有够用的信心，会当专心来倚靠你。感谢上帝甲阮三角基地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但这是咱来奉献。
即时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的诗歌来成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即时，咱来掀开周报，通知事项，听我来报告。第一，今仔日是母亲节，祝母亲平安喜乐，也恳求上帝是阮祝福每一个母亲，也纪念有身兼母职的人。今仔日礼拜后有有志的人来奉献，准备母亲节防疫的礼物来送予已婚的妇女。家人会使带领线顶礼拜的妈妈，嘛会用伫个周间，也是疫情较慢的时阵，到办公室来领，摕了为止。好啊，咱即马来分即个礼物。好啊，伫个分礼物的时阵，我继续讲。第二，今仔日是家庭奉献的日子，是第二个主日，请兄弟去奉献规摕家己的奉献袋仔来奉献。奉献是每一个人拢应该按照家己的心愿来关注，无丢除，无勉强，因为上帝欢喜乐意奉献的人，这是圣经内面的教示。第三，本会每个月的第二礼拜拜三暗时是太极祈祷会，咱邀请所有的会友来参加。即摆的时间是伫个5月11号暗时7点半，伫个咱的大礼拜堂。第四，咱主日的礼拜，咱按照政府的防疫指引，宗教场所的实验制、量体温、喷酒精，甲除了啉食的期间，全程拢爱戴好咱的喙罨。所以，咱大家爱注意，咱伫教会的地点会甲一个礼拜拢照常，但是请大家注意爱将喙罨戴好，注意家己甲别人的安全距离。各小组由各小组来家己决定看要安怎做。第五，主日学甲即个少年团契该线顶来聚会。主日学是伫个礼拜日早起的10:40，少年团契伫个10:30开始。第六，请大家来下载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。因为即马即个奥密克戎的病毒传播真紧，但是因迄落，咱的即个症状大部分拢是轻症，所以请大家来注意，来下载即个 APP。若是有迄落感冒症状的时阵，爱安怎处理，请大家家己看。第七，来欢迎来摕即个2021年主日讲道集，每一家一本，也用个到即个教会的分段来看电子的档案。第八，2021年奉献的收据
咱即马拢是电子的。若是有需要纸本的，请伫5月15号以前到办公室来登记。若是有问题，来欢迎来问即个财务的同工。第九，2022年暑期儿童营来取消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今年来取消。第十，国籍写生比赛报名开始。咱的报名方式是用线顶来报名，详细请家己看。团体消息，请家己看。具体消息，杨天圭即次告别礼拜，杨天圭即次伫4月23号安享主怀，愿上帝安慰有夫妻之友。日念的火化已经伫5月6号来举行，5月22號的下晡1點半，伫咧咱大禮拜堂来舉行告別禮拜。第二，康兆福、郭靜怡結婚禮拜，康兆福、郭靜怡結婚感恩禮拜伫咧5月14號下晡2點，伫咱大禮拜堂來舉行，咱甲恭喜。由即个雙連教會的蔡正道牧師來證婚，本會黃春生牧師來講道。教會消息請家己看，近期事工有過嘛，請家己看。下面要請黃春生牧師來介紹新朋友。伫遮来介紹五行教會聖德長老黃順德長老甲即個。鄭淑華即事，甲伊查某囝黃永恩請去互咱来熟悉。因為永恩要伫咱教會來結婚，所以因特別今仔日來到伫咱中間，咱甲伊恭喜。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來請安，願上帝賜阮賜福咱眾大家。就是咱做伙来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，请大家起立来吟诗线，请黄春生牧师来祝祷。愿守住仰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仰望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列岛闭会，若是有需要带岛的兄弟，请到礼拜堂外口雨伞骹；其他的兄弟欢迎来参加地饼会来交期。